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啦，會計好複雜或者好悶啦。咁亦都有啲人覺得啦，會計咧好似同自己冇乜關係啊。但係其實啦，會計同每一個人嘅生活咧都息息相關。例如簡單到買杯咖啡啦，又或者係租屋啦，都同會計有關㗎喎。咁所以咧，唔淨止係大公司、個人理財啦、小店嘅老闆、投資者，仲有求職者啦，都需要會計知識㗎。咁所以嚟緊咧就會一連12集啦，由最基本嘅會計概念講起。就算啦，你對會計係零基礎、零概念咧，都可以輕鬆上手㗎噃。嗱，今日咧就先講下啦，會計幾個最主要嘅基本核心理論啦。第一，我哋先講下會計嘅目標 （Objective of Accounting） 啊。嗱，亦即係點解我哋需要會計咧？嗱，其實會計嘅核心目的咧就係幫助我哋去記帳、分類、匯總，亦都係解釋啦錢嘅流動啦。嗱，會計咧最主要嘅目標啦就係提供有用嘅資訊俾投資者啦、債權人同埋管理層等等㗎，幫助佢哋作出唔同嘅經濟決策啦。咁而會計咧亦都反映啦管理層係點樣運用企業資源，履行對股東同埋債權人嘅責任㗎噃。嗱，所以啦，會計除咗咧係用嚟記低公司賺幾多錢之外啦，嗱，對於公司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好有用㗎。第二，我哋就講下一啲基本嘅假設 （basic assumptions） 啦。嗱，第一個基本假設啦就係會計主體假設啦 （entity assumption） 啦。嗱，企業嘅財務活動啦係要同老闆嘅個人財產係分開㗎，係需要獨立記帳同埋匯報㗎喎。咁亦即係啦，公司喺法律定義上面咧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嚟嘅。咁即使間公司咧係由一個人100% 持有都好啦，都係需要分開記帳㗎。嗱，呢個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咧小店老闆咧最容易犯嘅錯誤啊，因為佢哋就會覺得反正間公司啦都係自己㗎嘛，咁就諗住咧將個人戶口同埋公司戶口撈亂用都可以嚇，咁但係呢個咧就唔係一個正確嘅做法，咁所以記得咧一定要分開記帳啦。第二就係持續經營假設 going concern 啦，假設企業咧係會一直營運落去，唔會喺可見嘅將來倒閉。嚟可見嘅將來咧，一般就係指未來12個月之內㗎。嗱，呢個咧同公司賺唔賺錢咧係兩件事嚟嘅喎。嗱，假設咧有一間麵包鋪，佢嘅生意平淡都好啦，但係佢有大量嘅流動資金，即使賺錢能力一般都好啦，只要呢間麵包鋪仍然能夠俾到租啊、俾到薪水呢啲嘅支出或者其他負債嘅話咧，咁而間公司亦都無意清盤嘅話咧，都唔算係有 going concern issue 㗎。咁但係相反，如果一間公司咧係賺到錢嘅，但係佢有筆短期嘅債務係好快要償還，而且亦都冇足夠嘅流動資金去償還嘅話咧，就屬於有 going concern 嘅 issue 啦。舉個例子啊，好似英皇國際咧，喺2025年中期嘅時候啦，就曾經受到佢哋嘅會計師德勤會計師事務所質疑佢哋嘅持續經營能力啊。又因為當時咧2025年嘅3月底啦，英皇國際咧就有一筆高達166億港元嘅短期銀行借貸係到期㗎。咁而當時咧佢哋公司手頭上面嘅現金啦，就淨係得返6.39億元嘅啫，係遠遠咧唔足以咧去到應付呢超過100億嘅流動負債㗎。咁所以咧最終咧英皇國際咧都要尋求啦債務重組嘅方案啦，將銀行借款到期日咧延長去到2027年，仲有咧就要變賣一啲資產去到套現啦。咁點解呢個 going concern 嘅 issue 係咁緊要咧？因為如果假設一間公司係會喺1年裡面清盤嘅話咧，係要用一個叫 liquidation basis 清算基礎啦去到準備個財務報表㗎。嗱，例如好似一啲固定資產啦，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啦去做折舊，係需要有一個清算嘅基礎去到計算個價值啦。嗱，舉個例子啦，嗱，例如咧一間工廠佢即將要倒閉，入面咧係有好多生產線嘅設備啊，咁而呢啲生產設備嘅帳面價值係40萬嘅。嗱，一般情況咧就會逐年啦用一個折舊率啦去到計算折舊啦。咁但係由於呢間公司咧係有機會清盤嘅，咁喺急於變賣嘅情況之下咧，就要按照翻個設備被賣出嘅時候可以收回嘅價格去到做一個估值啦。例如預期啦，急於賣出嘅時候只能夠收翻20萬嘅話咧，咁喺清算基礎底下咧就要按照呢個預期啦去到進行估價噶咯噃。
跟住第三個假設就係會計分期假設 periodicity 啊，我哋會將企業嘅營運劃分為固定期間，例如好似月、季同埋年，方便定期出財務報表，亦都方便製作出嚟嘅財務報表咧係用嚟啦，可以做比較同埋分析嘅噃。跟住第四個假設咧就係貨幣計量假設 monetary unit 啦，嗱，所有交易啦都要用貨幣單位去到記錄噶，例如好似港元或者美元咁，仲有亦都要假設啦呢個幣值係穩定嘅。跟住啦，所提供嘅會計信息咧都有一個特定嘅質量要求㗎。嗱，首要嘅質量要求咧就係 relevance 相關性啦，亦即係資訊咧係要影響使用者嘅決策嘅。跟住就係要如實反映啦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亦即係資訊係要完整、中立同埋冇錯誤嘅。跟住就係啲次要嘅質量要求，包括可比較性 comparability， 亦即係唔同期間又或者公司之間咧係可以攞嚟做比較㗎。跟住就係可驗證性 verifiability， 亦即係唔同人檢查得出咧會有相同嘅結果㗎。跟住就係及時性 timeliness 啦，資訊咧係喺有用嘅時間內提供。仲有咧就係可理解性 understandability， 亦即係個資訊咧係要清晰易明啦，唔使一啲專業知識咧都會明基本意思㗎。嗱，跟住我哋講下一啲會計要素 accounting elements 啊，亦即係財務報表入面基本組成嘅部分啦。嗱，首先就係 assets 資產，亦即係企業擁有或者係控制嘅資源，例如咧好似現金或者存貨咁。跟住就係負債 liabilities 啊，企業嘅債務又或者係義務啦，例如好似應付帳款又或者係貸款咁。跟住就係權益 equity， 資產減去負債之後剩餘嘅價值啦，亦即係股東嘅權益啊。嗱，收入 revenue 亦即係企業日常營運賺到嘅錢。咁至於費用 expenses 啊，亦即係企業營運過程消耗嘅資源啦。而呢啲項目啦，會喺之後嘅影片逐一再同大家詳細講下個噃。今日咧就主要講咗一啲會計嘅作用啦，同埋一啲會計嘅基本假設啦。下一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一啲會計嘅基本原則，仲會教大家會計嘅骨架，亦即係會計恒等式 accounting equation 啦。我哋下次見啦，拜拜。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